花莲人廖秀宝在巴拿马出生，随后新年生以前，伊都系伫花莲。新年前，伊归到花莲，看到头摆嘅事物都改变呢。新本头度有轨道嘅工作。去年伊伫市区所以一间旧铁路警察宿舍，跟亚达贝改操作一个复合式嘅空间。也下亚达贝系先不点艺术空间，咪系纯酒馆。伊希望伫亚嘅素材，是嚟像翻译模式咩嘛用嘅，跟艺术翻译做大家都是得了解嘅作品。中南美或者说非洲一些部落，它是一种乐器，它是这样使用的，它是用拍打声，对，因为它牙齿震动，对。同步漂本，花花草草，雕塑品，马盖多久，从行业不管肉个，老母有种嘅东西都自然嘅融合融下。比如说有巴拿马的中南美原住民的东西，然后西方古典的东西，然后台湾民意的东西，然后透过我的方式去把它融合起来。两层了解风水建筑係民國52年嘅鐵路檢查局局長宿舍，廖秀寶利用本特嘅空間，打造出屋下嘅感覺。湯下變做先不點老二路，東岸兩片表述老技術從嘅橋盤，就下變做春酒館。由廖秀寶嘅三叔姑，仲嘅風雨風差，老幾嘅阿妹就嘅下家吹爆兩掉。一想到锤爆，是想到客家人嘛，我们是客家人，当然要拿客家人的特色来卖，所以也吸引很多的那个。来这边好多那个年轻人，一吃到我的菜包都说：“哎，有阿嬷的味道。”如做妈调出世界番薯等天然食材来做菜包，食冻酱、冻香鸡，也认为买菜包也是的一道行业。他说他也是客家人，他是客家人，我觉得哇，聚集了好多客家人。小时候我带他啦，现在他带我。年轻人有很多的点子，很不一样，所以我发觉我在这里我也变年轻了。廖秀寶講自家嘅故事係最想應該，佢也啲啲分享自家嘅故。好，这都是一些很旧的照片啊。这以前我在那边的巴拿马分行上班的时候的办公桌。廖秀寶嘅下巴後生嘅下半月空排喺巴拿馬嘅分行做事，下個廖秀寶就係啲街出世界。巴拿馬。當到喺做放款哦，當到發酵，嗰套發酵也有黑煙，所以變成講有個黑煙就喺老巴拿馬嘅華僑來互動嚇，對銀行喺度放片。總統推翻過後，民國78年就本人調到法典，開始老法典就嚟關係。離開法典20年嘅冇買嘅，因為。上航班退休轉去花蓮，因為花蓮係嘅土地，花蓮係年輕非常係好。就為了人才工作嘅關係，規本年從頭辦貨，行家幾條最尾就轉到花蓮。為什麼我會選擇在巴拿馬出生？那為什麼我是客家人？開這個店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，是說我在透過這些找尋不同的物件的時候，我在慢慢拼湊我自己這個人。大幫簽建，簽自家落下家嘅關係，轉到花蓮時間，去年廖秀寶打出嚟呢一個點，大專業為入住當先展覽，而藝術喺那好集團也行業身份。很多人覺得說藝術好像離我們很遙遠，因為它相對很抽象。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空間，我們像是一個藝術的轉譯站，然後把藝術這件事情可以讓大家可以更接近自己的生活。比起其他來說是比較單純的球形的輪廓。那我就是故事的融出現到幾後凸顯嘅組合，創造出昆蟲嘅小小內點，花底就帶嚟蜜粉。圓圈圈的，我會把它想象成珠寶。我會想象如果金櫃子上面身上如果有珠寶的話，那是增加它的華麗感。線條看起來從未天空上，呈現昆蟲同體嘅天鴿，甲鉗作品都從正經融合。我會取
原文夜鹰角仙，是因为它基本上的结构就有很明显的圆跟圆组合而成，然后从重叠之间我上色，让它显出它的昆虫的记号纹样这件事情。了解部分艺术家动态嘅空间，也当支持属于艺术，盘口多多冲展览，其中老幾嘅雜鋪盤嘅地方，呢個叫我矮嘅前輩係最重要嘅。來抽水啊，了白雕哦，啊了白發哦，了白雕。88歲嘅公公前輩，於成年做農事，後生嘅護理機，基礎那以法律來發圖。但不是就動。係啊，動。但係阿條小寶嚟逼人嗌緊門那本來啦，佢發圖係強大人，佢卡腳傳中。哦，他是完全不一樣。佢艱苦了，佢受衝擊艱苦了。表下腳頭，代表表下先發嘅特頭，卡起法比強送食材，後續個出發個，中介菜要計計個，阿伯都係基法圖嘅主題。你那家可以是，也叫美啦。我叫提起白发。提起白发。这是第一大幅画作。提起白发，我畫咧一根形字，根發。用方前輩用法圖來記錄生活，同第二隻嘅風景，應看到就會知道當歡喜。眼穿向左，摸向街，穿手抓片，摸手hand片啊。我做個老師，睇佢做個老嗰種餅，做個作好似係咁。哦，你他畫圖的位置都是同一個位置。這個做個老師看他畫都好學啊。這個是什麼東西？原來阿爸鋪設我解下，唔頭也係用嚟做照片呢，而家出嚟幾個你上生活啦。看到阿婆，你知道創作其實是可以很簡單，就是你想到什麼，或是你想要畫什麼，你就是筆走到哪，然後你的心就到哪。過去就是在創作以來，我們一直在尋找了一個就是最純真，然後最赤子之心，然後最返璞歸真的一個過程。那看到外婆的作品的時候，其實給我很大的鼓勵跟勇氣。50歲也冇受過藝術訓練，電動冇限制。看了真的會很開心啊，因為都很鮮豔啊，然後也很符合阿婆的個性，對啊。那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，就是生活很精彩，然後帶給別人溫暖的人。他的畫其實就跟他的人一樣，就是他每次的穿着都是紅的、綠的，是亮麗的，是繽紛的。看完整個展覽的時候，你會想起你身邊有點像薑黃般的這樣的一個溫暖的長輩在你身邊。用冇纖維嘅話，大家看到動感圖，也做下都會思考，有時幫唔單牆落幾個雜鋪讓你開展嘅幕，當到屬於藝術家，也做自己公開展覽嘅平台。呢一位係兒郎，係生活店，係創作館，也係兩戶機，歡迎朋友共下來分享老唐故事嘅播客。